你好，現眼報好耐冇出月亮人話題啦，大家可能以為我接埋咗，非也，係放咗一個非常長嘅假期啫。但係另一個兒童故事系列期間反而係有上載喎，係偏心咗少少。近來泰國有啲事故發生，講起嚟真係有啲驚險啊！事關我由曼谷返到香港1個星期就發生呢件事，諗起都一額汗啊！今次呢個話題嘅事件係發生於泰國嘅，咁同天災一啲關係都冇嘅，反而係一單人禍嚟嘅。但係動機點解要咁做，咁就唔知啊。反正肯定係損人而不利己嘅咯。可能事主俾邪魔外道利用咗，就不得而知啦。現眼報係業力3部嘅其中一部，3部者係有現部啦、生部啦同埋後部嘅。佢哋嘅分別就係現部，即係今世部；生部就即係來生在部；而最後嗰個後部，即係下世，以至千世之後先至嚟報。總之唔係唔報，而係時辰未到咁樣啦。但係以廣東話人嘅理解呢，現眼報嘅時間可能係即刻報，講話今世報可能仲係耐咗少少，因為做咗壞事即刻報，我哋先至會話係現眼報噶嘛。如果往後先至被追究，我哋有另外一句說話嚟形容嘅，就係因住收尾嗰2年啊，咁咯。點解《延禧攻略》咁受歡迎呢？除咗因為飾演皇后嘅秦嵐姐姐非常皇后之外，另外一個原因係呢個宮鬥情節多數係現眼報得好快嘅。今集女主角受咗委屈，今集嘅片尾即刻就會報到手噶啦。就算今集未報到，下一集嘅上半段一定會報到，好快嘅。呢啲咪就係爽劇咯。觀眾而家係冇乜耐性睇你鋪陳情節嘅啦。我哋睇慣嗰啲韓劇、日劇，先至得個10幾集，乜都講晒啦，你仲拖長嚟做乜鬼啊？話說現眼報呢個故事，梗係道聽途說翻嚟噶啦，梗係又係唔記得咗喺邊度聽翻嚟噶啦。如果記得，我就講咗來源啦。但係呢件事係月亮人聽過最快速嘅現眼大報事嚟嘅。事件係咁嘅，泰國喺街上邊咪有好多神壇嘅，唔係擺喺一座廟入邊噶嘛。咁唔知事件涉及邊一位神明啦。不過一定肯定唔係曼谷旅遊區上面就係啦，因為 Central World 附近嗰啲旅遊區呢，雖然都有幾個神壇啊，但係嗰度24小時都充滿咗人類，咁呢件事根本就唔可能喺嗰度發生咯。事件係發生喺10幾年前，一個夜闌人靜嘅晚上，只係凌晨1、2點左右。有2名醉酒佬行過一個神壇，當時正值4野無人，可想而知啦，嗰度根本就唔可能係曼谷咯，應該係某個窮鄉僻壤啩。總之冇人啦，亦都唔知乜嘢原因，佢哋突然對嗰個神壇作出攻擊，乜掉玻璃樽啦，拳打腳踢啦，
冇一陣就將嗰個壇打到稀巴爛，然後打算施施然離開之際，一名清潔工唔知係開夜工啊，定係收工返屋企攞住工具嘅，見到呢件事，哇！個神壇損毀非常嚴重喎，一股怒意同埋正義感湧上心頭，就一個箭步衝上去，攞住工具追打嗰兩個醉酒人士。話說該名清潔工年紀都唔細噶咯，仲瘦猛猛嘅添，唔知係腎上腺素飆升啊，定係突然出現神力？該名清潔工人竟然打死其中一名兇徒，重創另一個。據講嗰個重傷嘅仲係傷殘類嘅重傷添啊！但係呢名虔誠嘅清潔工畢竟係殺咗人，佢都唔知點解當時自己會咁嘅。總之佢個下場就係被法律重判啦。咁件事就係咁樣啦。月亮人聽完呢件事，就對該名神明既敬且畏。呢邊廂唔知點解受到襲擊，下一刻行兇者立時受到相應嘅懲罰，名副其實嘅現眼報。另一單更加道聽途說，要隱藏嘅內容相當多，唯一可以講嘅只係為咗帶出現眼報嘅威力啫。有一個邪惡嘅風水師，大概佢真係有啲料到嘅，佢佈咗一堆局、一堆陣，一啲今年嘅生肖局、今年嘅生肖陣啦。短短10幾年之間，搞彎咗一個地方，拆散咗數以萬計嘅家庭，衰格啩？咁惡毒嘅手段，要收幾多好處先至能夠做得出呢？而最耐人尋味嘅就係呢位高人嘅下場，並非生報同埋後報。據講，佢喺一場山泥傾瀉嘅事件入邊意外被活埋咗，有更加多嘅好處都享唔到啦。要追究佢有咩下場，又有咩用呢？佢嘅危害已經形成咗啦。咁大家就知道現眼報係點樣報法啦。總之，千祈唔好做壞事啦。好，下次再傾。